新闻一开始来看，高雄乌来中山二路一间阿鲁米工厂，早起8点半爆炸，2个泰国移工死亡，6人受伤。初步了解，迄当时工厂是灌无啊，可能是控制系统出问题，降温的水量无够，阿鲁米甲水接触造成爆炸。市政府要求工厂先停工，嘛先罚30万。监视器画面记录到救护车甲消防车赶到现场。这个位于高雄乌来区中山2路的铝工厂，拜六早起发生爆炸。警消到的时阵，现场虽然无火焚，却已经造成严重伤亡。第一时间8个人受伤，救治了2个人相当死亡。到拜六下昼2点，还有4个人大院。就很大声，就是爆炸的声音啊！然后出来看，对面就是黑烟啊。事发地瓦近台南，市府启动大量伤患应变机制，受伤的人分散高雄、台南等病院。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取消行程，前往台南探视受伤的人。这个水量控制器的故障，而引发大量的这个铝液外泄，然后这个泄漏到这个蓄水池，而造成爆炸，因为这个是一个气爆事件，那可能会担心高温的气体吸入，同时这是一个化学性的这个制剂，也要担心会有化学性这个吸入性肺炎、眼睛灼伤的问题。事故的原因技术是工厂水量控制器故障，造成大量的铝液外泄引起爆炸。劳检处已经下令现场停工，勒令现场立即停工。针对雇主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规定，处以最高罚款30万元。造成2死6伤，业者透过书面会议咧，强调公司会配合调查，佮负起应该有的责任。根据了解，这间公司过去毋捌有过集载记录，毋过最近2年，捌因为空污、噪音、废弃物等问题，互环保局稽查23摆，拢总裁罚6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